好似亦師亦友、融合相處咧，對於呢個團體嘅發展好重要。香港發展急速，女青年會新齡服務要與時並進，一直積極投放資源，發展多項青年就業同生涯規劃服務，定期舉辦青年就業博覽會，目的唔單止係要培訓青少年嘅技能，更重要嘅係由專業嘅社工團隊栽培佢哋嘅處事態度。讓細微嘅推廣，做得多獎勵嘅。女青年會嘅教育工作唔單止係學生傳授書本知識，同時重視社會教育，主張教育同社會服務理念結合，讓學生建立更加高質滿足嘅人生觀。唔係淨係單一追求學術咯，可以為你嘅成長入邊品格啦，或者你本身可以發展你啲學生嘅長處啲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對唔同嘅階層嘅人同埋相處嘅人都係有一份尊重。女青年會嘅服務邊及唔同嘅年齡，女青年會係第一批參與再培訓工作嘅機構，推動終身學習，青年會不乏令女青年會嘅未來目標成功。我由基層員工，我自己做。多謝各位導師，我真係冇你哋諗，我哋點樣會有900幾個會員，幾百個活動都得到。長青理念係女青年會全面服務嘅特色。除咗營辦院舍之外，女青年會一直自資開辦長者持續教育中心，又舉辦長發學院，讓長者可以發展更豐盛嘅人生。由長者亦都負責日常運作嘅女青年會配合長者農場，更加係跟知識，讓青年到長者分享人生經驗，其實係一大生活作品。社會需要提供嘅家庭服務，再加上嘅強化家庭關係，於是自資成立咗第一間家庭共同社會協力。一年嘅青年會重建而成嘅女青年會人事營度教師，除咗以往嘅青年訓練營之外，更加以專。睇下我哋邊個啦。